潮歌吹水篇又嚟啦！六兒生日會特輯最高潮嘅第3部分晚宴篇之切蛋糕。朋友，今晚非常之高興。今日呢係我哋嘅主角係邊個呢？係六兒貝小姐。你哋睇呢個 banner， 六兒貝生日快樂 ，Happy Birthday！ 咁我哋係今日嘅節目非常豐富。第一場影咗人像2位，六兒加阿小欣，而係有一位好朋友阿怡寶特別坐飛機翻嚟咗呢度，為咗祝賀六兒嘅生日。另外係呢位，另外呢位咧非常之好有義氣嘅美女阿甜心咧，去接佢機過嚟，佢哋真係風塵僕僕，我哋非常之感動。咁咧就我首先咧問阿六兒一句説話先，我睇下佢點答。阿六兒，你今晚開唔開心？開心。好啦，我咧有一個問題問咗好耐㗎啦，不嬲都忘記咗問你，你係六兒定六兒貝？其實應該係六兒。咁係點解會有一個貝住喺後邊咧？我想知道。好聽。OK， 咁但係邊好冇啲啊？以後但係我知道咧，就係啲人都慣性咗叫佢2個字，即係而家都係叫六兒。咁咧就今日六兒嘅生日咧就非常之好啊！點解咧？今日天氣非常之靚，個天係藍色嘅，氣温非常之正。根據我聽人哋講過句話，如果係生日嗰日係好天咧，就成年咧都係會行好運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希望嘅六兒就唔係行1年，係今生都係行好運，啱唔啱聽？咁咧，其實咧，我哋呢班好朋友咧，都係非常之好有心。有一啲今日上班都要趕上嚟深圳，有一啲有其他活動都特登係早啲過嚟。咁可見到我哋呢班朋友都非常之係好有心有力出錢出嚟。另外咧，我要感謝我哋今一次嘅策劃者。小文哥要多謝佢，就係阿 Alan 哥咧就幫手策劃一切。另外咧仲有其他朋友幫手咧，仲有一位我哋嘅小師妹，嗱揸緊相機嗰個小師妹，小師妹幫我哋訂呢個咁靚嘅蛋糕，咁靚嘅鮮花。而呢個蛋糕咧係特別用心咁樣咧，有一隻鹿喺度嘅，就貼合嘅六兒本身佢嗰個名稱，所以叫六兒。擼為一杯。好啦，咁係食咗隻鹿咁啊點先？咁就喂，咁唔係，其實係咧係攞個意頭嘅啫。你話閃吧，好啦。另外咧，我咧就今日咧係最遲一個俾利是阿六兒嘅。六兒，我俾封利是你先。鼓掌！有個字㗎嚇，良字啊嚇，認住啊，良字啊。咁薄嘅。哇，好厚㗎。嗱，多謝六爺。另外，仲有一個好戲在後頭。係咩事？係咩事？唔係，笑碎了。金頭一個。所有嘢都碎了。我咧希望成個人送金。唔係，並非。我希望阿六兒咧就響嗱今日禮拜禮拜1，希望阿六兒咧好快會成為億萬富婆。嗱，阿六爺，嗱，我咧係尋日，你聽我講埋先，聽日中呢一票演咗。我咧尋日特登咧專程過去中環，全香港最知名度獲頭獎最高嗰間士丹利街嘅投票，我係排隊特登買一張俾阿六兒嘅，一票中咧有1億。1億港幣，1億港幣即係有幾多個百萬9000幾萬人民幣咯。咁所以嗱 number 咧我係未睇過，我係攞咗就收埋佢。嗱呢度有2條嘅六合彩，咁我咧開獎嗰晚咧一有結果咧，我咧就喺個網上咧截咗圖咧，我咧就會傳俾你。希望你係個心願咧，你個名好似叫富婆點咩啊？你個名好似係啦，啱啦，喂。呢個世界好難講個喎，嗰個世界咧，呢個世界咧有陣時講下就係噶咯喎。咁我希望咧，我買張啊！好快阿六兒就係深圳呢個大富婆，富婆都未加個大響前。喂，
可以買好多個豪宅噶咯喎，可以係買好多嘅金銀珠寶噶。嗱，阿六爺送俾你啊！希望你中獎6合彩。不過六爺加句唔中啦，阿潮哥補落去。補落去。另外咧，仲有佢哋都係會一樣要補貼俾你。10蚊，夾10蚊。好啦，咁就或者咁啊，六爺你咧就係講兩個説話。唔緊要，多謝怡寶嘅，多謝怡寶啦。係啊，多謝怡寶，多謝小欣，多謝甜啲都得㗎，咪都係有甜心都得㗎，你咁樣講都得㗎，冇乜所謂㗎，中意講乜就講乜。我說普通話吧。可以，我們聽得懂。OK。就是今天謝謝大家能抽空過來我的生日會，然後呢也感謝就是為這次生日會大家一起都有非常上心，一起為我出力，我很感動，然後謝謝大家。我也哭啊！我真的特別感動，所以我會記得大家對我做的這些，非常感謝你們。係啊，咩衰人啊！你有冇嘢講啊？阿甜心，你有冇嘢講？冇嘢講啊！你有冇嘢講啊？好，我說2句。怡寶，你什麼時候生日？什麼？什麼時候生日？9月份我已經9月份對，過了，已經過了。10月。哎呀，咁10月啊！9月。6月都係。記住佢啦，同佢哋搞10月21號生日啊！如果我們幫你搞生日會好嗎？喜歡嗎？肯定喜歡啊！跟他說，打冤啊！喂，講好，我說2句，就是今天呢，祝我的好朋友洛爾生日快樂。然後呢，我就是從家裏邊趕過來，專門給他過生日。然後我希望呢，他以後事業越來越好，越來越漂亮，越來越年輕，心態越來越好。祝你一路長紅。唔係啊，6兒有火機嘅嘛，你冇話首先我特別感謝陸兒能這次邀請我參加他的生日會，然後其次呢，也特別感謝各位老師，然後對陸兒對我們的支持，然後謝謝大家，希望這次希望陸兒以後呢事業有成，然後身體健康，天天開心，越來越好。我普通話唔好啊，你講白話。衰文，泰文都得㗎。10萬年口。幹嘛叫啊？幹嘛叫啊？哎，摸問鏡頭。潮哥抽水真係。潮哥講過嚟，喂，潮哥出多1嚿水啊！潮哥講過嚟，好，切蛋糕啦，切蛋糕啦，甜心未講嘢啊！點樣講嘢？點樣講嘢？大家好，很開心今天能來參加我的好朋友陸兒的生日會，然後也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，謝謝你們為陸兒準備這場那麼豐盛的生日會，然後呢就祝我們陸兒以後一路長紅，天天都開心，早日成為100億富婆。一齊唱一齊。咩版本先啊？中英歌你哋演啦。中英詞啊。唔知啊。這個能點嗎？這個好難點。兩支，4支，4支夠啦。許願嗎？祝你生日
你福壽與天齊，慶賀你生辰快樂，年年都有今日。哇！你識唱嘅？都有今朝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恭祝你福壽與天齊，慶賀你生辰快樂，年年都有今日，歲歲都有今朝。阿六爺出蠟燭，切蛋糕啦！切蛋糕啦！我哋請壽星女許個願咧，嗱呢個願咧你擺心中得㗎啦，就唔使同我哋講嘅。好，你個心自己許個願。好。係啦。許個願你仲唔使遞咪啊？唔係，假如就係講假如啫，即係許完之後。OK。許願啦，叫埋雙眼個願啦。許過啦。許過啦，哎呀，快！好啦。係摸啦。係，跟。準備啊，聽㗎啦，1、2、3。好，生日快樂，好啦，咁我哋揾到方嚟咧，就係幫手切蛋糕，咁你食㗎啦，叫做我食個包先，就食個包先壽包，食個壽包再食蛋糕。今日我六兒好開心，多謝大家出錢出力幫我舉辦呢個生日會啊！多謝大家。